天司機頭前的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準時收看，福起來咧，我係鍾意權阿權妹。其實也一般嘅大家看電視嘅習慣有少可無共用，我相信當嘅人可能會開始看手機嘅，手機嘅會看乜嘅喏？可能會看無共用嘅表演呈現方式，比如講一下就當到嘅 YouTuber 開始嘅，我阿權妹大擺就會看手機，看當到 YouTuber 嘅阿條嘅表現，我就會做當好笑啊。平常時我千大量嘅休閒活動就係看下條 YouTuber， 故所今日阿權妹非常嘅榮幸邀請到一個 YouTuber， 韓國嘅共用咩客家人哦，掌聲嚟歡迎今日嘅來賓 CCY。耶，大家好，我係 CCY， 我來自馬來西亞，好開心今日來到兩位同大家傾偈。乜雞？傾偈係乜雞？係講錯，傾偈係廣東話啦，係啦。講話講話嘅意思。係，其實大家同 CCY 嘅口音可能會知道，乖乖呢，唔過以上係客家話。我講客家話，而都係乖乖啊，對我嚟講。嗌咩乖乖？嗌咩乖乖就錯嘅。嗰時候 CCY 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對人嘅名嘅開始，因為大家聽到人嘅名嘅就會知道，當奇怪有冇揾到 CCY。哦，怎麼解係 CCY 咧？因為我嘅英文咧係C 開頭 CCY， 英文 CCY 係啦，所以就轉下就變成東南西北嘅 C， 不正那個 Y，CCY 就按用來啦。竟然係馬來西亞嘅客家人。係馬來西亞嘅客家人，我係住在城市吉隆坡。哦，吉隆坡有客家人。但係我阿爸阿媽唔係吉隆坡人啊，移民就錯嘅，就係都去城市生活咁樣啦。我爸爸是在東馬的沙撈越，媽媽是在西馬的霹靂這樣子。霹靂有客家人，霹靂有客家人，都好多客家人。不過你爸爸媽媽都係客家人，都係客家人。我爸爸是新安客，媽媽是永定客。跟你哋永定其實啲台灣沒有一些部分係永定客。係咩？有。還有哪個客係乜嘢客？其實我用湯我嘛嘅時候，可能我講下多啲話，我知道同我嘅客家話算係接近嘅，算係接近，對，接近，對。猜到，對，應該算湯嘅事。因為就是台灣有5、6隻比較大眾的腔調，有時是會正經湯唔識，會聽不太懂。我之前有去過新竹嘅嗌好難啲。去六強，佢講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對，大家好，但我們是講大家好，就是音調有一點點落差，就會有一點不同。那人嘅爸爸媽媽因為佢哋會來自無共用嘅素材嘛，因為爸爸媽媽嘅客家話係共用嘅嘛，是一樣的嘛。我覺得大部分都好共用啊，係啊，就是我爸爸媽媽有時候會跟我說一些一啲啲唔共用嘅東西，但係我忘記咗啊，忘記他們講過什麼差別了，但係有一點點。啲台灣就懂人可能係爸爸是像我這個腔調，媽媽是海陸腔海陸腔，然後他就很混亂，就氣感就我呀喺啲嘅講嘛，嘅腔調我氣感唔低，太不一樣了。對，會不太一樣，然後它會混在一起。了解。所以我就很好奇，像 CCY 有可以來自按多民族這麼多民族的一個地方，其實你們在馬來西亞不僅僅是講客家話，就像我們剛剛會不小心飆出1、2句粵語這樣子。你們的生活環境就是這樣子。對啦，因為有好多民族啊，3大種族，我們馬來西亞華人、馬來人、印度人，還有各種少數民族啊、原住民什麼的，所以好多東西都講。沒有一個語言很難講完。我記得我來到台灣最不習慣的是一句話都只有一個語言。對，我們幾乎都是這樣子。對，幾乎都這樣。但是在馬來西亞呢，一句話可能就會混了好多種語言在裡面。可能有英文啊，馬來文啊，馬來文啊，廣東話啊，客家話，對啦。那英文、馬來文跟中文可能是對我們來說比較基本的，最主要的。對，最主要的這樣子。但你面對不一樣的人，就會講不一樣的語言。像我面對我家人，就會講客家話啦。面對到無共用嘅人，就講無共用嘅語言。嗰陣你來台灣應該有10年了吧？
差唔多，今仔迄9年，差不多9年9。哦，但是适应的应该看你是适应的还不错啦。说唔错啦，唔错啦。很做得啦。很做得，係啦。一開始來台灣睇因為乜解想要來台灣？因為讀書啊，我讀大學來了，我就讀大學讀電影。電影啊，一開始在這裡有念，在台灣藝術大學念電影系。是覺得對於這種媒體的產業就已經很有興趣了。嘿，我之前來到台灣之前，我在馬來西亞就已經有拍 YouTube 這樣子，那時候就已經有自己在網絡學怎麼拍、怎麼剪這樣子。自己學就對了。但係我覺得好像都愛去大學學更多東西這樣子。所以就選擇來到台灣念電影系，對，所以喺呢度愛本人嘅可能拍樣片嘅呀技術行較好，拍出來嘅東西行較好，故所想要來台灣讀安陽嘅天陽呢電影系。冇錯，就係安陽嘅原因。哦，所以安陽就來台灣研究嘅時間，夾嘅樣片，我相信喺講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，也係講阿公阿婆呀，對嘅孫呢有啲嘅看 CCY，這很有可能哦，因為現在小朋友非常喜歡看 YouTube。我發現 CCY 其實人嘅主題有當多種，無共用嘅主題，也有非常多的轉變。前一部嘅人我就有看過 CCY 有一個樣片，就係人家講你去行走，你想要去挑戰。佢啊，就會講客家話嘛，而且你還信心滿滿，對不對？係啦，我以為就潛到每集都識講，但係唔係每集都識講嘅喎。哦，係啦。哦，所以你一開始就覺得你愛去嗰片講客家話。係啦，我就應該去講，因為大家都講嘛，新竹苗栗客家莊係好多客家人，我就覺得好啊，我就去講下。有啲識講，但係有啲講嘅都唔共用啊！就聽唔識咧，就聽不懂了。故說CCY 呀哈佢頭擺去新竹拍呀樣片嘅呀，短短的一個部分，本大家來看一下。孩子現在1歲多，未來有冇機會搞幾掛搞啊？但是我自己不會講。一個5歲，一個4歲。他們會講客家話嗎？他們不會講客家話了。你可以去街頭訪問啊，你會講客家話的有幾個？哇，人嘅主題其實這個很嚴肅哎，很嚴肅，沒有後半段才這樣子的，一開始就是跟店家玩這樣子，然後後面的那個影片呢比較在探討，到底他們的孩子啊，還是有沒有很多年輕人會講客家話？因為我來到台灣，我覺得好像唔係好多細路哥、小朋友、小孩子，或者是年輕一輩的會講客家話，好像比較少。其實當都唔可以講誒，就像我呀隻年紀，差唔多30歲上下，會講嘅客家人就幾件東西。嘅行卡唔是講，呀行卡細嘅可能16、17歲的，家都就走得講唔會講誒。可是我也很好奇，就是 CCY 可能喊扮nhiều聲音，你也會跟他說。愛，梗係愛啊，梗係愛，因為唔知道係咪因為我媽媽的關係啦，可能媽媽有影響。因為我媽媽從小到大都可能就是有講啊，就客家話係自家嘅那個那個家人的一個語言。愛講這樣子，但其實到最後，我哥哥跟姐姐好像也沒有像我一直講那麼多。所以啲馬來西亞沒有安用嘅問題，就是沒有等於可能沒講安多誒。也有不講很多的，然後也有講很多，但我可能家裡3個兄弟姐妹，我是一個屬於講比較多的，然後哥哥姐姐比較少，但他們都會聽得懂啊，因為我爸爸媽媽都蠻堅持同我們講話，跟我們小朋友講話的時候都會講客家話誒，那我就慢慢的也覺得說，好像蠻好玩的。一開始我是鬧的，就是我跟我家人想要鬧，我就會亂講。媽媽講什麼我就亂講，然後媽媽就一直糾正我。然後10年過去了，就變成這樣子。結果你就後悔耶，就不知不覺我只是想要跟你亂講而已，然後我也會了。就不會講安多。故事我相信，呀一團大家看電視一定會知道，哇，原來馬來西亞嘅客家話係講到安的。本大家來談看啊，台灣客家話、馬來西亞嘅客家話，韓國家度呢度文化要同人無共用。其實 CCY 唔單止對客家話當熟悉吼，韓國有對其他樣片做嘅專業，愛同大家來分享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轉到節目當中哦。
又真到福起来咧，我係總一群阿群妹，今日嘅節目當中有請到 YouTuber CCY 歡迎。耶，大家好，我轉來啦，我係 CCY。對，CCY 係馬來西亞，我有馬來西亞腔咧。馬來西亞，馬來西亞，不小心就被人帶走了。對，馬來西亞嘅客家人，故說動接用動到冇用嘅語言文化來做交流，咩按用嘅內容咩應用到人嘅 YouTuber 的影片裡面，用落去。對，那。係啦，冇錯冇錯。對啊，包含日拜我同大家來分享嘅其中一個樣片，啊，因為我每次都當神奇，就係因為 CCY 來台灣按多年嘛，接觸到當多客家嘅文化，故所轉到馬來西亞，咁開始注意到哦，馬來西亞一片係客家種，幾片又係客家種。係啊，馬來西亞好多客家村，所以我就想愛同屋企人、家人一起去看下嘅客家村有乜嘅東西安用啦。故所就同屋企人出去搞，然後出去了又拍嘅樣片，看下來可以同佢同呀，屋企人看下去馬來西亞客家種嘅樣片哦，來看一下。今日呢片呢係講客家文化嘅東西，所以今日嘅成部片其實都係講客家話咯。錯，即係客家。哦，真嘅就係兒童呀爸爸都係講客家話，平常時地夫卡都講客家話。就係安用嘅，其實就係安用，就係安用嘅同。啊，我客人爸爸媽媽就係安用講話嘅。哦。但係因為這麼個養兩集片呢，是因為剛好跟前一部有做結合，因為前一個在新竹就愛同泰港講客家話，然後兩班人在馬來西亞都愛講泰港客家話用啦。哦，似家咪愛講客家話，不然你去新竹講冇人聽嘅事啦。但係所以那部片呢，如果有機會看的觀眾朋友們可以去看一下這部片咯，因為我在影片裡面我都有試下講安之西安用。哦，阿其他都聽嘅事。聽不懂，那你們那邊怎麼講？多恰。多恰。對，我講安之西西蒙利，他講他們聽不懂我講什麼。哦，真的。嘿啦，就要嘗試看看啦，交流一下這樣子。對，所以但這樣也蠻有趣的耶，因為我還冇想過安之西什麼呀，對台灣嘅客家話按當接談到嘅按用嘅詞，啲馬來西亞嘅人談唔識。係啦，我都學到啊，怎麼講安之西係謝謝你，嗰陣時我哦，原來按用誒。啊，唔過你到台灣講多恰應該談嘅識。多恰因為很算是聽得懂的，對啊，比較只是沒那麼常用啊。對，但是要講的話，還是其實是聽得懂。嗯，對。不過你去到馬來西亞嘅客家種，可能本單咩唔低呀，就素菜，然後特別去看你說是什麼地方啊？是一個叫做芝芝港的一個地方，然後如果就用客家話叫弟弟港啦。弟弟港，哎，那一樣弟弟港。然後是一個森美蘭的一個小村，很多客家人，森美蘭州很多客家人。然後因為知道說想要拍一個客家主題啦，就可以去那裡挑戰，跟所有人都講客家話。然後細佬哥啊，小朋友都講客家話。說細佬什麼？細佬哥，小朋友，細佬哥，小老哥嗎？我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，我爸媽都這樣講，我就跟着講。小朋友，好像應該是吧，我爸媽都這樣講了。那他們小朋友都可能是那種10幾歲了，然後我們就因為他們在顧檔口嘛，我們就用客家話給他買東西，然後他們都是用客家話回我們這樣子。就想必你都新竹拍嘅樣片，在新竹拍的，好像唔同嘅店咩講客家話，唔會有咁多人按客家話本。係啦，就是看到一個區別。不太一樣誒，哇！嗰時候真係亞主題咩知道東神奇，其實CCY咩唔單唱亞主題聽記，其實還有懂得做模樣嘅主題，有搞笑的啊，有胡鬧的啊，但是也有一些因為自己的生活上面的變化，比如講去年因為疫情的關係，啊2-3年啦，因為COVID-19的關係，故說你當上嘅政府卡，係因為好久嘛做我卡，我就想愛同家人拍影片，我想說可以用這個來做結合，像是剛剛的那一個跟家人去，那是有回到家了，又回到家了，然後又可以結合跟拍影片，就可以把影片工作跟那一個家人結合在一起，這樣子，然後就有帶他們，像是也有去吉蘭丹州去遊玩，就別的州屬去遊玩，然後可以跟家人一起結合，也是
蛮不错的。然后再来是最近有在马来西亚有拍全新的系列，就是关于3大种族的。在马来西亚拍3大种族，因为像我嘅了解，马来西亚有众多个民族，不过可能民族跟民族之间不是这么和谐，因为传统一直以来的生活历程是这样讲吗？不一定不和谐，其实我觉得有和谐跟不和谐的，就是看你往哪一个面向去看待。只是这么刚要做2个主题呢，是因为我觉得以华人就好了，好像有时候会不太了解马来人跟印度人的文化，所以我就有找到了蛮多会说中文的印度人跟马来人，然后就由他们来用中文的方式来告诉我们，说来用中文，他们我们华人可能也是，虽然我们会很多语言，像马来人、英文我们都懂，但是可能有些华人他们还是会比较习惯听中文，所以用马来人跟印度人用中文的方式来讲他们的文化，我觉得还不错哎。我觉得很好，因为就我有去过马来西亚，我还知道很冲突的是，我每天都会一直听到回教的念诵拜佛的声音，是11500。对，然后就像可能就会吃到东奇怪，不过你用用嘅方式，小嘅冇共用嘅文化本太噶，也有人都係啲台灣嘅馬來西亞人，是嗎？台灣里有些留言很厲害哦，是有些台灣人會留言說，哇，多就謝謝我說，讓我看到了給他們看到一些不一樣面向的馬來西亞，因為台灣人基本上都只了解到馬來西亞的華人。对，比较可能大學有馬來西亞朋友啊什麼之類的，都是幾乎都華人。對，幾乎都華人，但其實華人在馬來西亞只是大概佔了20%而已。對，只是一部分而已。只是一部分的一小部分而已。那只有60幾%是馬來人，那也有10幾%是印度人這樣子。所以我想說可以用這個方式，當然給台灣人的觀眾看，也可以給馬來西亞的華人也可以更了解這一件事情。對，不過唐公人嘅爸爸，因為看到唔破呀羊皮有些些咧。煩哦，有一點擔心。怎麼了？但因為馬來西亞或許是這個政治因素的關係吧，就在歷年來呢，在種族的議題在馬來西亞都偏敏感。然後可能過去有一些經歷啊，像是可能講一些種族敏感的話題，然後會被抓啊之類的。那當我在提這件事情的時候，我家人會有時候會很擔心。真的。但我就同我爸爸媽媽講啊，就是不要擔心，因為我就真的只是在聊關於文化，我也沒有想要詆毀任何一個種族。對。那今天如果馬來人講馬來人不好的，我都讓馬來人自己講，我都不敢自己講，就是自己講自己的種族不好，應該還行吧。是之類的。剛剛我們看到一張照片，是你跟一個包頭巾的女生，你都抽到那個。這個嗎？對，這是在泡溫泉。這個是在北投。對，這個是我前陣子有拍一個全新的系列啦，就是西外旅行團，就是我呢專門就是帶馬來西亞人在台灣遊玩這樣子。對，這個就帶馬來人，因為他叫愛迪寶，他在台灣也是待了一陣子的馬來人。那他在台灣是開餐廳的，對，所以就想說可以帶他去體驗一下泡溫泉啊，因為他可能沒有泡過這樣子，我就想說，那一起來玩吧。然後我還有帶那個印度家人到台南遊玩這樣子。所以在台灣的馬來西亞人反而很團結，很團結，就沒有分種族了，不同民族都很團結，沒有分種族了，我們都是馬來西亞人這樣子。對。哇，好有趣哦！用嘅方式，唔但唱做得本觀眾對自家嘅家鄉、對自家嘅文化有很卡多嘅認識。韓國你自家沒完成人家嘅工作，然後工作也做完了，又做工作又可以讓大家團結，要交朋友，哇，好啊，幾好啊！對，而且唔單槍案呢哦，講到呀，旅遊的部分，其實裡面有拍環島的影片。嘿，之前呢，在2020嘛，疫情的時候，那時候我就有去環島100天這樣子。你用乜嘅方式環島？壓腳茶。壓腳茶，聽得懂嗎？壓腳茶。我看你的動作理解的。壓腳茶。聽不懂。那你們怎麼說啊？騎斯朗茶。斯馬蓋茶，其實它叫痴行茶，痴行茶，自行車。但是我們講一講偷懶呢，就變成斯朗茶。騎斯朗茶，你的是騎斯，我的是壓腳茶，壓是踩。
哦，踩是踩，脚对，踏，脚踏是脚车。脚车其实我们本来就是讲骑脚车就是讲骑脚车，踩脚车，踩脚车哦，踩脚车啊，踩脚踏，对啊，踩脚车。就是我那时候就有用脚踏车的方式有环台湾这样子。但是今年2023年呢，我跟大家偷跟大家讲，预告一下，我在大概在今年的8月到9月吧。我的频道会分享给大家台湾的比较新的一个旅游方式，它叫做两铁环岛。是高铁、台铁吗？是，我这好简单哦。那不然是什么？也是一样是脚踏车跟台铁，用这2个方式来在台湾旅游。用这种比较新型的一个旅游方式来推荐给更多的台湾朋友，当然要推荐给马来西亚的朋友知道。那个时间会播出准备，大概在8月底到9月中之间会播放给大家，所以大家如果中医有兴趣爱看的话呢，中医有讲我们有讲中医吗？有。得去看呢，我的 YouTube 频道啦 ，CCY 安用啦。好，我们从大家会准时来收看哦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还有喊卡的内容会同大家分享哦。好，分享大家又賺到福起來咧，我係仲一群阿權妹，今日有同呀 CCY 真嘅係大嘴鼓講到動歡喜，非常的開心，逢唔到 CCY。耶，我又轉來啦，我係 CCY。誒，古早喺節目當中哦，有咧動貼片嘅單元，我都有發夾講。夾講。對，快點講，真的是總唔得想太多哦。好，你跟他問我馬上講。好，第一個，當 YouTuber 會賺錢嗎？冇，真的嗎？因為你第一他因為 YouTuber 非常的瘋，然後他有懂得 YouTuber， 甚至有很多人就說啊，有多少訂閱，其實 CCY 的訂閱量也很多。唔過懂得聲音呢，他嘅後生人就會想說，我以後想要當 YouTuber， 這是他們的夢想。哎呀，故說 YouTube 要用做 YouTuber 作為生年嘅經驗。你知道對家的，就是用做 YouTube 樣片來賺錢一件事情，有乜嘅建議愛本大家？應該係講係得賺錢啊，但係如果咧你係會去賺錢咧，其實真係有啲難。但是今天好中意做兩隻東西，你會做到很開心。那當然有時候會賺到好多，有時候就會冇得賺。完全冇賺那種咧，都有可能會發生。也是有可能會發生。所以我嘅建議就係如果你係中意拍片、養片、剪片、表演，有故事想要表達的話，那我覺得是可以馬上試看的。馬上要趕快，是不是？我是說，我是真的太假，你愛做馬上做，莫連按多，就好像快問該快打。愛做夾做，愛做夾做，愛做夾做，莫連按多，就是因為現在大家都好方便嘛，有手機，然後樣下就得放鬆去，所以我覺得係好方便的，大家莫連到好像愛準備到一種程度了再做，你七條做就瘋就得了。其實我就會想問啊，像人家用很多 YouTuber 都會給自己當到壓力，比如講幾久要上一支片。多久要上一支片？其實根本有壓力，就是等於說你要交進度，你要趕在時間內交進度，甚至你會看那個點閱率的數字，可以講像做研究，你就會看到數字高，數字低，這其實應該多少都會影響到。一定會影響到。尤其是你把它當飯吃的時候，又會更加的影響，你就很依賴它。對，其實做 YouTube 真係好像係創業，係一樣的道理。你有人看你就賺錢，你冇人看你就冇錢。就好像你開一間小吃店，有人來買你的食物，你就賺點錢，你當然還是會擔心這一件事情。然後我覺得，但是因為愛做想做，所以就。還是很開心。你都沒有挫折過嗎？就吃到好累啊，或者是我覺得一直在做一樣的事情。挫折一定都會有啦，這10年來一直都會有挫折，但就是
你做嘛该东西都会有挫折啦。你的人生里面做任何的创业啊什么的，其实一定都会遇到好多问题。那就是想办法在这个状况下赶快去解决它就好了。不是我挨下了，就有人问听一题哦。你做 YouTube 做的我10年呢，那做得再个选100，你可以再选一个职业的话，重新选择，你会想做什么职业？医用。哈？有这个答案吗？等一下。可以啊。这个是个答案吗？这是一个答案呐。那当然是医用啊。你还是要做 YouTuber。那我还要做什么？所以你的脑袋里面没想过会做其他的工作？客家主持人啊，没有。要来抢我的饭碗就是了。我觉得还是很开心啊，做这一行。还是在100機會捱就會做兩集，冇後悔過。真的哦。係啊，好好教啊。跟你真也會懂中醫，因為你一開始沒有講嘛，你就喺 video 上會來做樣片，將來台灣圖書。再衝過來兩位。衝過來。衝過來用衝咧，復移過來。而且你的 YouTube 頻道應該開得算早的吧？哦，好早哦，因為我哋知道 CCY 一個頻道咧，我係10年前、11年前就做。11年前就開始做誒。我除了會讀書的時候，個中間有5年嘅時間都係做甜度冰塊，就是另外一個我的 YouTube 頻道。是跟迪達。對，是還有大學同學啦，一開始的時候有一群大學同學一起來做。那你用暗度後迪達咩下講嘢？迪達係下講嘢呢？對啊，所以我說很剛好啊。哦，很剛好，嘿。對啊。而且我之前識迪達識開幾年後，我們聊才發現到你都係講嘢啊，然後還同完全是同，完全一樣的，嚇死，沒有什麼腔調的問題。對啊，一個馬來西亞、香港飛到台灣，我們兩個是痛了，反而跟台灣不痛。可能你的爸爸媽媽有沒有在原鄉，搞不好是住在同一個地方。有可能，我覺得有這個機會。對，蠻特別的一個經驗了。對，所以不會後悔選擇 YouTuber 這個職業。醫用、共用都係 YouTuber。你們是講共用嗎？我是講醫用。共用是台灣講的，共用。懂共用。醫用要來做 YouTuber。嘿。好，那如果接下來讓你選擇，你要定居在一個地方，你會選擇台灣還是選擇馬來西亞？3、2、1，台灣。等一下，這個答案怎麼辦？等一下，定居這2個字太沉重了。太沉重，可是你已經在這裡都待了10年呢。所以我喊出台灣了。哇，但是好感動哦。現在我會喊台灣，但是大家我覺得好了，不用多解釋了，就台灣。就台灣。蠻感動的。那我很好奇 CCY， 因為懂得年的熒幕上的表現，我會讓我3年。然後私底下是一個個性，熒幕上表現是另外一個個性，所以我想要問 CCY， 以你的個性來講，你在訪談的時候，你會怕大家都不講話安靜，還是懂講本人搶麥克風？懂娘是什麼？很怕被人家搶麥克風。你是怕被搶話，還是怕空氣安靜？我很怕空氣安靜，很怕。所以你是很活潑的人。我不確定我是不是活潑的人，還是我只是怕安靜。那就是怕安靜，就是完蛋了，不講話，我是不是該講個話，然後就趕快講個話那樣子。對，雖然也是活潑啦，只是很多時候，尤其在做訪問節目的時候什麼之類的，然後就會很怕觀眾來賓不說話的時候，我就會趕快再說幾句話好了。但這就係我一個問題啦，我覺得我應該要冷靜一點。還好啦，我覺得你沒有很怕安靜，我剛剛都很安靜，我都故意不回你耶。我必須講話了，你先安靜了。不要停，趕快講話，我要講話了。對，但是其實我覺得你在熒幕上表達的形象，我覺得你蠻瘋的耶。你覺得你是這樣的一個人嗎？我覺得我是這樣的人，很瘋，很瘋。只是我覺得近期啦，可能年紀大了，然後也有各方面的壓力，所以反而在現實的自己會減少了一點瘋，因為可能會有些壓力在，所以減少一點瘋。那希望這個壓力可以解決了之後呢，會把我的瘋再呈現出來。
应该是说这个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啊，我觉得。所以其实做 YouTuber，虽然 CCY 讲佢再个嫌疑白，还是想要来做 YouTuber， 我不会想要选其他的职业。但是佢咪讲做亚洲行业真嘅有懂多困难的素材，甚至都亚他自己可能还有时候会面对一些困难，没有办法这么的开朗。对。没还有暗涌的情形。对，就是很大压力，然后还是有很多问题要解决，但是还是要选 YouTuber。如果可能自己还是希望有挑战呐、啊，当然知道说有别的路肯定是更轻松，但不一定。我的人生，我不一定是想要轻松的人生。真的很厉害，做 YouTuber 真嘅都冇艰难。就像阿 Q 我眼眼就冇办法做 YouTuber， 我曾经想要，但是我真的是太懒惰，我真的是冇办法做一件事情。啊，不过有一件事情来做在同 CCY 学习，就是因为哈嘎天师台有 YouTube 频道嘛，那我就可以跟 YouTuber 来吼一下。我如果要很快的介绍那个什么按赞、订阅什么东西的，请你示范一次。我跟你说，那我敢 give me 就搞你那边讲啦，因为最后因为在网络你会夹夹夹，就好像有啊夹夹讲，夹夹讲，你今后会夹夹讲晒去，好，因为冇使时间，所以呢冇时间，你就去调看着镜头，直接快快说，大家喜欢的话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好不好？拜拜，就结束了。反正观众都知道你要讲什么了，你就到位就好了。泰卡终于给发分享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拜拜。怎么办？然后你就可以我很卡哎。我觉得 OK， 观众一定会买单的。然后有没有问题的话，在底下留言。有没有问题的话，他底下留言。哎，我还讲客家鬼，我讲留言。留言怎么讲？留言。留言。有没有问我就底下留言。哦，掌声鼓励。谢谢 CCY 今日来到节目当中。多謝晒，多謝啊！安知識太假，安知識太假，好。对，故首節目當歡喜有請到 CCY 同大家來分享安到，希望大家咪中意 CCY， 韓國愛記得去按讚、訂閱加分享 CCY 嘅頻道哦，謝謝 CCY。謝謝，記得有 YouTube、IG 跟 FB 都得看到我哦 ，CCY。哦，謝謝，沒什麼，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舒可休息一下，等下共下來做運動哦。節目好看冇啊？好看福氣來嚟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，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，還個到福氣來嘅面書傾讚，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，還個啊，影片啊，記得分享出去哦。